当部落呢有喜庆或者是农忙结束的完工聚会，我们长辈们呢都会聚集在一起，彼此吟唱复音歌曲。先由一位长辈领头讲今日的一个聚会的缘由，将现场的情境以及自己的感触与想法和祝福的心意，用歌声即兴的表达之后，其他的长辈以及妇人会跟随加入，用自己擅长的音域，随性渐进的迎接高亢响亮的歌声，彼此相互配合，充分展现了歌谣自由丰富的音域，完美呈现属于阿美族最美丽的天籁之音。由我们的园林局局长巴奈姆路以及副局长陈建雄、市总头目森国斌市总共同推动的天籁之音歌古谣传唱节目展演，希望找回封存于记忆深处的音乐基因，重新认识、活化与推广，让我们后辈的族人享受、欣赏，进而学习，让阿美族的古音音乐源远流长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演出者，台东东海岸的耆老及青年们，掌声欢迎！都去大阿姨跟大姨丈，因为云林那边有农机展嘛，顺便带阿姨他们去那边玩。还有找他的农机啊，因为那边有农机展。哎呀！
对啊，是不是？继续唱。那个怎么去了？那个地方？你说什么？美术馆那边的。美术馆那边。下一个站，我半知道。
次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阿美族的天籁元音歌古谣传唱队。来，掌声谢谢。紧接着要为我们带来演出的是